由灣仔揸車上司徒拔道兆輝台咧，都係5分鐘路程啫。呢度咧就係兆輝台7號藤王閣嘅外形啦。呢度咧採取2梯4房嘅設計。我哋咧由呢個子母門入去咧，先經過呢個單位嘅玄關嘅位置。入去玄關呢個位置咧，右手邊呢度有一個儲物嘅空間。咁我哋入到嚟呢個四正正嘅方正大廳，而飯廳呢邊咧亦都有一大片嘅窗戶，採光都非常之好㗎。呢個位置咧就望返兆輝台嘅山景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姓蔡，今日咧帶大家嚟睇呢個位於兆輝台7號嘅單位藤王閣。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有1975尺嘅，採取4房1套嘅設計，同埋呢個咁方方正正嘅大廳。另外咧仲有一個有蓋嘅車位添喎，帶大家慢慢參觀下個單位先啦。玄關嘅位置，經過咗飯廳呢個位置咧，就嚟到呢個咁寬闊嘅客廳位置啦。呢個客廳咧可以擺到3組嘅梳化，另外咧對住呢個落地玻璃窗嘅大露台。呢個大露台非常之寬闊啦，養狗種花，生活咧真係寫意啦。而呢個大露台對出去咧，就係望返呢個咁寬闊嘅銅鑼灣灣仔景觀。呢個景觀咧，望到合和中心中環廣場，而中環廣場嗰個位置咧，放煙花咧，亦都可以睇到部分嘅喎。另外同大家講一講啊，下低咧呢度有一個位置咧，就係堅尼地道。喺呢個位置行落去灣仔咧，亦都係10分鐘到嘅步程，非常之方便㗎。呢個客廳嘅位置咧，擺到3組嘅大梳化。另外咧，前面咧仲有一個大嘅茶几喎，空間感咧真係十足啦。客飯廳呢個位咧，仲可以擺到一副大嘅鋼琴。而呢張8人嘅大餐台咧，後面咧仲有一個飾物櫃，俾你擺你心愛嘅飾物。咁我哋帶大家參觀下呢個主人房先。呢個主人房咧擺咗一張 queen size 嘅大床，而景觀咧亦都非常之開揚喎，同客廳一樣，亦都係望住好寬闊嘅灣仔銅鑼灣景緻。而主人房呢邊咧，仲設備咗一個好大嘅衣櫃，同埋一張安樂椅，帶大家參觀下主人房嘅浴室先。主人房嘅浴室，浴缸嘅設計。通過呢道門咧，我哋就去到一個3間睡房嘅區域，而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 family room， 另外嘅一個偏廳。而呢個偏廳咧，大家亦可以做成一個睡房嘅喎。而呢3邊房間咧，呢度咧就係第2個，係一個小套房嘅設計，有一張 queen size 嘅大床。而景觀咧，亦都係望返灣仔銅鑼灣一帶開揚嘅景緻。而呢間細套房咧，亦都有2組嘅大衣櫃喎，儲物量都非常之豐富㗎。呢個就係細套房嘅浴室，採取浴缸嘅設計。前面呢個偏廳咧，除咗擺到張大梳化之外咧，亦都擺到一組大嘅鋼琴喎。我哋睇第3個房間，
第三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咧，除咗擺咗一張好大嘅書枱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張雙人床，三邊落地。而呢間睡房嘅景觀咧，亦都係望翻灣仔銅鑼灣一帶。呢度咧，亦都有一組嘅大衣櫃。咁我哋去到第四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咧，前面亦都有一組大衣櫃啦，一張書枱、電視機櫃，上面亦都有啲飾物架。而呢間睡房咧，亦都添置咗一張單人嘅床。呢個睡房嘅景觀咧，望翻灣仔嗰邊啦，同埋山景。呢一個就係客廁嘅區域啦，採取咗企缸嘅設計。呢個客飯廳咧，有一個好大嘅對流窗，喺飯廳嗰個位咧，有一個好大嘅玻璃窗門，採光率一流啊！而客廳呢邊咧，對住呢一個咁大嘅落地玻璃窗，採光率非常之好㗎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參觀廚房嘅位置。廚房嘅空間咧，十分之寬敞喎。呢度咧有一個三頭嘅煮食爐，下低咧有一大排嘅櫥櫃。而左手邊咧，呢度亦都有一排嘅櫥櫃，上面咧有一個好大嘅櫥櫃嘅置物架。雙門嘅大雪櫃，而右手邊呢邊咧，亦都係有一個洗衣機啦、雙星盤，採光率亦都非常之好喎。廚房旁邊咧，呢度亦都有個 storeroom 嘅位置。呢個咧就係大廈嘅入口大堂。前面咧有一對石獅，都好有氣勢喎。呢度咧屬於兩梯三房嘅設計，呢個咧就係客人嘅大堂啦。信箱嘅位置，滕王閣咧喺兆輝台7號，而呢度嘅樓齡咧就1966年完成嘅，有59年嘅樓齡。而呢一度咧，總共咧有36個單位，37個車位，每一層咧就分開 A、B、C 3個室，所有單位咧都係接近2000尺嘅大單位嚟㗎。呢度咧就係地下嘅停車場位置啦，仲有小學12區名校網、灣仔中學校網，車路入口嘅位置，門口咧左手邊有個更亭。兆輝台呢度嘅交通咧尚算方便，呢度有2格嘅專線小巴，而14號 M 咧就可以落去金鐘站，26號嘅循環線咧就可以落銅鑼灣。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咁近灣仔同銅鑼灣嘅大平層豪宅咧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